也是祝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11月17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41篇，以西结书11章14节到25节，以弗所书第4章25节到第5章第2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帮助者。诗篇121篇，诗人大笔提到着讲，我会帮助对答落来。这是每一个遭受到困境的人拢会问的问题啦吼。以色列人伫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，受到屠杀的时，因甚至大声呼喊，讲上帝已经死。伫迄个时阵，因喊忧呢，我的帮助是对倒位来。因为因认为讲，伫因遭受苦难的时阵，上帝弃杀因，互因遭受到遮尔大的灾难屠杀，确实无错啦吼。以西结书11章14节到25节，记载着受掠以色列人的一个境况。虽然因被掠失去自由，但是上帝其实佮甲因同行啦吼。这是因伫苦难中目睭去早着无看到的代志。因为讲上主对我讲人子耶路撒冷的住民在谈论你的兄弟、你的亲族、你的同胞，就是所有受放逐的以色列人。因讲遐个受放逐的人离开上主真远啦。上主已经将这块土地赏赐互咱做产业，所以你着讲至权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虽然将以色列人放逐去真遥远的列国，甲因分散伫各所在，我犹原要伫因大的所在做因暂时的圣所。你着搁讲至权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对万民的中间来调集恁，对恁四散去的各所在聚集恁，将以色列的土地搁赐互恁。受放逐的转来的时，因一定会除去所有通厌恶的偶像，甲通痛恨拜偶像的事。我要互因合一的心，将新的神放伫因的内面。我要对因的身躯除去亲像石头遐尼定的心，佮赏赐因亲像肉遐尼软的心。安尼因就会遵守我的规律，遵传我的命令。因要佮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因的上帝。毋过呢，心意爱通厌恶的偶像，甲伊爱拜偶像的事的遐个人呢，我要照因的行为，甲因刑罚至权的上主安尼宣布。上帝应允因，只要因回转并且遵行上帝的诫命，就必定会领受到救恩，搁再一届成做上帝的儿女。因为咱知上帝毋捌离开过因，上帝一直是因的帮助者，上帝一定甲以色列人同行，所以才有法度赏赐这个救恩的应允啦吼。保罗提醒以色列人，在以弗所教会基督徒应当着爱脱离一切的虚假，成做上帝身体的一个部分吼。这个机体就要爱有上帝的形象特质啦吼，成做彼此的帮助甲祝福。以弗所书第4章25节到第5章的第2节，保罗的劝勉安尼讲着，所以恁着脱离虚假，对伫厝边讲真实话，因为咱拢是基督身躯的一部分。恁若受气，毋通抵到犯罪，毋通到日落后底受气，毋通互魔鬼有空芳通利用，捌做贼的毋通搁偷摕，着靠双手出力做工，得到正当的收入，有力通帮助善车人。
歹话拢毋通讲，颠倒着讲造就人诶好话，互听着人得到利益。毋通互上帝圣神忧伤，因为圣神是恁属上帝诶印记，保证恁伫拯救诶日得到透放，着气杀一切诶恶毒、歹圣地、受气、宣扬诽谤以及一切诶歹，着亲像人主三款台互相赦免，拄伫甲上帝有通过基督赦免恁共款。第5章既然恁是上帝所疼的囝儿，着学伊言行举止，着爱有疼心，亲像基督疼咱，为着咱牺牲家己的性命，做芳芳的祭献互上帝。诚做帮助者，因为上帝是咱的帮助者，并且呼召咱诚做伊的使徒。伊爱基督徒来诚做会当帮助别人的人，来讲话造就人的人，互人得到利益的人。诗篇141篇，上主啊，我求你紧来帮助我。我求你的时，求你按耳孔听我的声。愿我的祈祷亲像芳香请到伫你的面前，愿我举起的双手亲像下昏时祭祀受你接受。上主啊，求你约束我的嘴，看守我嘴的门。求你毋通互我的心偏恶邪恶，甲做歹的人斗阵做歹，毋通互我甲因共倒来啉食。宁可互义人用人词拍我、指正我，嘛毋互歹人伫我下头壳抹油欢迎我。虽然歹人做歹要求，我要继续祈祷，因会执政者受迄落伫山坎，因就会知我的话是真实，亲像土予犁散，因的骨头会散甲规墓口。至悬的上主啊，我注目看你，求你保护我免跌到死亡，求你保护我免含落因甲我设的罗网，以及做歹的人的圈套。求你互歹人含落家己的罗网，互我安全脱离。感谢上帝赏赐救恩的应允，时刻甲阮同行，诚做阮的帮助者。求主帮助阮回应上帝的呼召，互人得到利益，互上帝得到荣耀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